嗱，相信咧大家喺網上見到呢套咧江邊別墅啊，大家都話108萬。咁咧我就同大家嚟實地睇下。頭先咧我去到十老埔嗰度一問啊，呢套咧係要400萬嘅，108萬喺咧喺小區中間嗰度冇咩景嘅。咁咧前排呢度咧仲有啲其他別墅，但係咧唔帶呢個平台嘅話咧就200零萬就可以搞掂晒。如果有呢個平台嘅話咧，要多成100幾萬嘅啊！呢一套屋，呢套別墅上下咧3層半嘅一個使用面積，可以直接望到出邊嘅一個江景嘅啊！咁咧呢度翻到嗰個珠海拱北嘅話咧，大概就30分鐘左右啊！我講嘅行高速30分鐘左右就可以翻到噶啦。呢套法式嘅一個風格別墅咧，呢套如果唔帶出邊嗰個大平層嘅話咧，總價就260萬左右啊！108萬咧係入邊嗰啲冇咩景睇嘅，樓下呢度咧就可以當做一個車庫咯啊！咁我咧就要做一個講真話嘅一個特指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關注我，帶大家咧睇晒深圳西、澳門北、珠海北嘅嗰啲所謂嘅樓。